Shine 嘅演唱會反應熱烈，居功至偉嘅梗係唔少得伯樂黃偉文。天佑同佑南話多謝歌迷等咗佢哋咁多年，嚟緊仲想 encore 開 Part 2啊！演唱會上請嚟 Cookies 擔任嘉賓，一對過氣嘅緋聞情侶天佑同 Micky 同台演出，自然成為焦點。天佑就表示一直同 Micky 都係好朋友，今次做嘉賓啊都係間接由佢促成㗎。想當年 Cookies 9個女仔一齊出道，而家已經各有發展。今次再碰頭，可惜嘅係 Teresa 因為拍劇未能現身，另一位成員 Serena 就懷有身孕喺屋企養胎。不過 Carrie 同 Stephy 就話期待下次重聚喺 Cookies 開演唱會啊！有啊，好大團火啊！同埋其實我哋頭先喺後台已經好 high 啦，即係準備出台嘅時候。我哋係當自己係自己嘅 show 咯。係啊，咁同埋見到佢哋開 show 開得咁過癮，我覺得我哋都要開翻場 show 咯。最近有指 Micky 主動同經理人公司提出結束合作關係，更加會同緋聞男友郭永淳拉埋天窗。Micky 就承認唔續約，不過就否認婚訊啊。